需要圣经？没有圣经的，我们可不可以举手？我们来打开，我们才知道经文在哪里。需要圣经的，好。谢谢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同工都是非常专业就训练过的哦，每一次都是非常细心的。会前他们会先祷告预备，所以我们的训练是非常专业的啊。来，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到第13节，非常宝贵。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可以一起来学。好，预备好，我们一起好吗？如果好了，请你看我。哇，笑容很好，很有盼望。我有看到很多的希望在你们身上，一起来读来。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日渐失败，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这是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一个祷告。我们呢就按照这样来祷告，这样的祷告呢是可以让我们的心意越贴近神，而且我们越能够看见耶稣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人呢常常是因为我不知道前面会如何，所以我会觉得惊慌失措，我会觉得非常的焦虑。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讲了3个愿望，因为假如把这个主祷文呢，我们把它分成3跟4，前面呢有几个愿呢？3个愿，对不对？哪3个愿？3个愿望，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接下来，这就是我们的根基。我们根基很稳以后，我们就开始叠高，叠高，叠高。所以，我们后面呢，这4个祈求就是建立在3个愿望里面。好。那传道在这个前言里面，等一下我们小组的时候，我们就会读到这一篇非常真实的有一个姐妹她跟神相遇的这个故事，就是她有一天，她每一天都用主祷文来祷告，突然有一天上帝回答她了。喂，如果有一天你祷告的时候，上帝真的回答你，家庭。你刚刚祷告什么？我听见，你真的是会吓坏。所以这个姐妹就说：“我的天哪，你的听见你的声音，你是真的是上帝吗？我不知道你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上帝真的在听你声音，上帝真的在听你声音，在听你祷告。你会不会乱祷告？上帝说乱祷告有关系吗？”我们值得我们好好来思考，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你敢不敢跟你父亲乱讲话？应该敢吗？有的人敢了，有的人不敢了哈。这就看你对这个父亲认识多少，对吧？所以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多认识这位父亲，你就有多深有多广，对这位父亲的祷告。你就对这个父亲的祷告，你有多少的信心？我们祷告的时候，难道不期望神听见我们的祷告吗？这个主祷文真的能够引导我们的生活吗？主祷文的这个美好的人生真的可以实现吗？是的，传道要在这里说的，而且我今天要讲几个真的但是现在听说那个叫做什么法那个叫做什么隐私叫什么个知法，所以呢传道呢有学到了以后我在这因为都有录音，所以我不能讲他是什么学校，他是跟我什么关系。好，
所以我一定会讲有一个人，但是请你相信传道，那个人就是跟我有关系，不是，就是有关系，就是真实的人。我会说有一个人，这样可以吗？好，传道讲的都是经过那个人同意的。如果不同意，像你们如果跟我分享，我如果要用你们的例子，我都会说，我可以以后讲到用你的例子吗？你们有没有人曾经听传道这样问过你们？有吗？哈，所以我都会经过你们同意，如果不同意，我就不会举你们的例子。好，那我们传道今天要来讲，主导文真的可以成为你生命中真实生活的引导，而且是让你的人生是可以遇见那个美好。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主导文是有能力的，是确实对准的？因为神不会害我们，我们知道这一位神是爱我们的，我们用我们的父亲就好。如果你们父亲不够好的话，就用你们的母亲；如果你们的母亲不够好的话，你们就用天上的标准。就是这一位一定是对你好的。如果你是一个孩子，你天天要吃麦当劳，你父亲肯吗？真的对你好的，小三都不用讲啦。如果你爸爸或妈妈的小三，他当然不可能让你好。你如果是一个孩子，你要一个刀，你要一个剑去伤害别人，绝对不可能。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对准神。怎么样对准神？我们就是要建立在那3个愿望上，然后我们再来祈求我们4个祈求。这4个祈求是跟我们有关系的，这样可以吗？好，所以今天传道会，因为我们今天主导文就要把它讲完咯。好，讲完以后，我们在小组的时候，我们会来练习，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你真实的每天你用这样子每一句一句来祷告，那么传道真的可以跟你保证，上帝话一定会应验，上帝所赐福给你的那个美好，绝对会在你生活上。所以如果你有遇到那样美好的事情，下周请你一定要记得告诉传道或者是我们的同工，你要来见证神。好，所以我们要来讲说这个3个愿望呢，主要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认识上帝，知道上帝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是慈爱，他是公义的。公义就是你不要做不对的事情，好，他是圣洁的，好，你不要做跟他标准不一样的，你不要求跟他标准不一样的。好，你认识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你认识上帝的本性，那么你依靠这样你来求，那你就知道你来求的就更能够对准神。有一个人，这是真实的人，他是军队里面的连长。这个人呢，他有一天来了一个新兵，然后这个新兵是从外岛，就是他是在外岛的连长。那这个新兵是从那个台湾来的。结果这个新兵呢，他呢，太阳一照射之下，眼睛都变了，变什么？都变黑的，戴黑墨镜。你们知道现在有那种眼镜，对不对？那种眼镜是怎样保护眼睛的，对不对？就是太阳一照射，为了怕眼睛怎样受伤，所以它会变黑色。哇，这个连长是一个基督徒，他心里就开始有一点紧张。他每天用主祷文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带领我，前面这么多新兵，而且有的新兵从台湾来的，就是怎样，站也站不好，还有个戴墨镜的，所以他们在高官来的时候，一从那边过去，就说过来，连长你怎么管这边的人？你看那个眼睛还给我戴黑色的墨镜，他是来当官的还是来当兵的？这个连长他是基督徒，他心中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这些新兵是不是上帝所爱的？是不是？是。那怎么办？他的上面的长官说：“我告诉你，过来，那一个就是穿粉红色，2个粉红色，旁边那一个穿灰色的，他的眼镜是黑的。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就好好把给这个，懂意思吗？”他们一定要抓一个什么头，而且专门就针对是这个人。这个人为什么那么讨人厌？这个人就除了太阳底下操兵的时候眼镜变黑色的之外，他还每次都会怎样？走路都不好好走，你们就知道我在讲谁。如果看过我的那个什么，他就是常常就是吊儿郎当，我们都不在
乎，所以他们所有的开会里面说好，这一批里面你就抓这个就好了。所以这个常常被抄到爆，快要爆。但是你怎么抄他，他还是怎样？到了礼拜天，礼拜天发生什么事？礼拜天居然外面有人，他们放假的时候，有一个教授，他们非常尊敬的教授，因为那个岛很小，说：“我要来找一个人，找谁？找那个某，就是穿粉红色的，那坐旁边的那一个。你为什么要来找他？那个是……他不敢讲说那是我们要特别要定他的那个人。他说他跟你什么关系啊？”这个教授就说：“他是我们台湾教会的弟兄哇，他非常的认真，尽量给讲他话。你是基督徒吗？是，我是基督徒，但脚还是在抖。所以拜托大家去当兵的时候脚不要抖，好不好？因为他各个方面感觉就是不在乎。可是这个连长天天为这个孩子祷告，怎么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虽然这个是上级说要定这个人的，但是他还是为这个人祷告，而且兴起了一个教授来接他去，要去做礼拜。从此以后，当然愿你的怎样名怎样啊？第二句，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呢，愿你的名为圣。意思是什么？主啊，那个连长说，请你帮助这个弟兄，他虽然是基督徒，你让他所作所为，不让主你的名怎样羞辱。于是经过几个礼拜以后，他们要决定一件事，因为他们的营里面有10部那种载大炮的那个卡车、战车，几个人有驾照？3个，所以有几部放着休息？7部。所以他们一定要，因为现在兵都11个月嘛，赶快要召集。可是他们很害怕，因为他们如果派去台湾受训那个大卡车10吨的，如果你没有考过，全连的人，就是这些长官都要被处罚。于是他们需要找怎么样的人，可靠、不喝酒、不抽烟的。这时候他们需要找谁？3个字。赶快翻遍所有的资料，他们需要找什么？3个字，什么图？基督徒。第一个就是想到谁？那个卡海海，可能跟他妈妈走路一样，因为他妈妈走路就是不太正的，就找他。我派你去训练10吨。在军中你如果有这个技巧，你拿到这个牌照，你出来你有第2专长，你们了解吗？所以他退伍之后，他除了可以当会计，第2个他还可以当什么？开那个大货车，这个大货车也非常好。为什么？只为有一个连长为他祷告。怎么为他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每一次看到这些孩子，就想这些孩子虽然有一些还没信主，虽然有一个是基督徒，可是他却是被定的，被指明要定他的。然后愿你的名为圣。他为每一个说：主啊，你所爱的这些孩子，他们所sinh出来的，都是不要让你的名受侮辱，都要让你的名是被高举的。愿主你的国，因为这个孩子他是读会计，所以他也会被抓去做什么？做那个账务。你知道在军中的账务是所以在神的国里面，账务是要很清楚，对吧？所以他在账务上面，他在做任何的核销，他都是怎样按照神国的标准。还有呢，愿怎样？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哪里？天上。明明这个团队里面每一个人都说：你要去定他哦，你要去定他哦。但是他怎样？他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是按照公平、按照公义来行。神给他
智慧。为什么呢？那么巧，那时候有一个那个事情跟那个有关，叫做洪仲丘。去年你记得吗？自从洪仲丘的事件一发生，所有的军队都有冷气。你知道这个吊郎当这个孩子，从小就异位性皮肤炎，所以他最痛苦的就是服兵役的时候超热。神这么爱他，他本来全身都是抓到破皮，但是神就用另外一个事件，洪仲丘的案例，让他去当兵的时候有冷气，巧不巧妙啊？所以主导文士可以祷告，可以祝福，只要你调整你自己。所以他回来做见证，说你去军队，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人家知道你是正牌的基督徒。什么叫正牌的？你要按照神主导文祷告的，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个欺负你的人也是上帝爱的，天父也爱他，好不好？好，我们在生活中真的主导文是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的对焦，让你知道，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决定。人生中有太多的决定，我们要来决定。好，所以我们奠基基础在这里，就是这3个月，我们一定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旨意，让神的名这样不被这个侮辱。那我们应该要靠着这样的基础，我们就开始来求什么？赐给我们今日所需要的饮食。好，3个刚刚忘了按刚刚就是讲这3个，我们按照这样子的基础之下，我们要开始来求神赐给我们所需的饮食。我们一定要求，虽然我们不求，连那个饿的人，连你若去火车站，你就看到传道常常一大早6点多，从火车站前面正门看，你就看到哇，好多人用那个纸盒子就躺在那边。他们没有求神给他们饮食，可是他们还是吃得很。我常常看他们吃的，神爱每一个人，所以呢，我们要来感恩。神赐食物给我们，我们在我们祷告中，我们就要常常来感谢神，除了赐给我们食物，还要赐给我们所有的一切，因为这一切都是来自神的赏赐。那我们既然有神，还有我们怎么样子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除了感恩，我们还可以来祈求神来保护保守我们，因为上帝顾念我们。刚才传道讲的这个例子，这个孩子其实他的父母很小就很替他担心，因为他永远都是吊郎当。你知道军队一定要站好，但是他全身痒，他就是站不好。但是神就怎样？也是顾念他，神也是透过各式各，因为他全身会痒，你叫他不要抓痒是很痛苦的事情。你知道身体这里有学医的话就知道，异位性皮肤炎好像很多的那个蚂蚁在你的身上爬一样，这样怎么当兵啊？但是很奇妙的，我们不断的祷告祈求，神就顾念他的需要。有洪仲丘这件事。军队中有冷气，而且不在中午的时候这个训练，他们自从这个事情以后，就要让这个军中的人不要那么热。我想这就是神顾念着我们，所以我们不用怎样忧虑，我们要吃什么，我们要喝什么，我们要穿什么，这个都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所求，我们所求的神都知道，但我们还要不要求？当然要求，我们就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刚刚讲的，我们先求那3愿。只要你所做的，只要你所想的，说我在天上的父，不要按照我心里想的，神啊，你就按照我的，我现在就想嫁给谁，你就要让我嫁给他；我想追谁，你就要让我追到他。这是你在地上你的眼光。你可能眼光会需要高到神的面前。有一个姐妹，她是读日文系的，她在大学当中
交了一个很好的男朋友。这个男朋友是独生子，但是他一心一意，他的家里其实非常富裕，可是他很气他爸爸，所以他就是为了气他爸爸，他要去当军人，职业军人，是读军官。那这个女孩子认识他以后，他们交往，决定大四的时候，毕业的时候他就要结婚。可是没想到在大四的冬天，这个军官他的那个这个怎么讲？他的那个小兵开了吉普车发生车祸，当场死亡。这个女孩子以前每一个礼拜去教会，从这个事件以后，她再也不去教会。她非常的气上帝。我每天祷告我在天上的父，因为她祷告我，不是我们，你知道有差吗？我在天上的父，不是这个父是我们的父。她没有想到她的男朋友发生车祸死亡，神也很爱她，但是她气这位上帝，所以她火大了。怎么样火大？她就去考空服员，她一毕业就去当空服员。她说：“我希望从高高地方摔下来，摔死算了，我还可以给我父母拿很多的这种那个叫什么赔偿金，不再去教会。”多久？神有没有顾念他？他气上帝气到这样，1年2年不是，5年不是，10年不是，20年。等到她20年的时候，她的男朋友的爸爸，她一直照顾她男朋友爸爸，因为她只有独生子，因为她爸爸心里很内疚，为什么让她的小孩子去当职业军人，发生这件事情。她这个男朋友的爸爸后来得肝癌过世。这个女孩子她一直想，我怎么不赶快死？可是她就不会死。她的男朋友的爸爸过世以后，2个礼拜而已。经过她的同事介绍一个男孩子，她就说她要结婚。如果你是他的家人，你会怎么样？如果是我是他的家人，我每天求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我这么亲的人，他经过这么颠簸20年才好不容易认识一个，可是2个礼拜就要结婚，你会怎么样？就去调查这个男孩子，不得了的不得了，离过婚，又有诈欺罪，要不要让他们结婚？要不要让他们结婚？有人摇很大力，因为他有女儿。当然，我们最亲的人也不想啊，但是可以阻止得了吗？我们天天就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传到眼泪都流下来，因为那个女孩子妈妈得癌症，爸爸在牺牲，就是大哥跟大嫂怎么办？可是我们一读到这个，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虽然他的家人去调查了，这样不堪，但是我们就想到，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个男孩子。我相信上帝也爱这个男孩子，虽然他没有讲他自己的过去，但是我们就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如果他愿意悔改，继续祷告下去吧。我们就不再，当我们做这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用我们的眼光看这个人，我们就开始用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个在天上的眼光来看这个人哦。这个人真的过去很不好，也真实的只认识2个礼拜，这真的是像赌博一样。最亲的这个人，愿你的
的名为圣。他已经20年都不去教会，他就是一心一意想死，看起来他是真的是想死。愿你的这样国降临，主若是你的国，你来掌权在这个家庭里面，掌权在这个家族里，掌权在这个女孩子身上。我们按照神你的心意来祷告，上帝给我们看见他国度里的法则，就是你有没有爱，足够的爱，你对神有没有足够的信心。我记得那个就是我们很清楚，我们跪下来说，我们愿意按照你的旨意来行，我们就祝福他。空服员20几年结婚，真的我们也祝福他结婚。我们看起来所有的东西，连戒指都是假的，看得出来黄金吗？镀金的你看得出来吗？但是你真的只能说，好好祝福他。你知道吗？讲快一点，神按照人所需要的因此。后来他空服员也辞掉，因为家庭很多因素。最后，他成为要好好照顾他的孩子，所以他晚上孩子睡觉的时候，他就去做资源回收。一个空服员到资源回收，但你知道吗？他用这个来祷告，为什么？因为在他生命中最苦的时候，他遇见了天上的父，他回到教会了。神用他的爱来爱他，他遇见神，他成为基督徒，天天去礼拜。他为什么要去资源回收工作？因为他除了可以照顾他的孩子，他下午还可以去教会服侍。这改变多大？因为他体验到这件事。他说资源回收是黄金哎，他地上都能找到黄金哎，多正面啊！我们感恩祈求，因为上帝顾念我们，不管做什么工作，神就是爱这个人。我们感恩祈求，而且分享。这个女孩子，这个家庭，你知道这个男孩子就是她嫁给他这个男有多爱他吗？虽然经济不怎么好，可是非常爱他，真的非常爱他，也爱他的小孩子，所以给我们上了一课：人的过去都不能算，未来才是真实。今天我们会前读经讲什么？只要你愿意悔改回转，请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眼光，我们在天上的父要站得高，不是把上帝拉来地上，拉来跟我们一样高，而是要拉到跟神，我们到神的面前，每次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我名为圣。我所作所为有没有得罪你？有没有让你的名受侮辱？我们用这样来行，对准我们，神很奇妙，这是真真实实的。如果你想知道谁，想认识他，你可以私下来找我，可以介绍给你。我在他身上学习非常的多，从空服员到资源回收，从空服员他想死到资源回收，他可以跟别人分享，就是他用主祷文来成为他生命中的祷告，甚至于他可以原谅，接下来就怎样饶恕我们，这样对你的亏负。我们亏负神真的很多，神饶恕我们，我们的标准跟他不一样。正如这样子说，我们要来饶恕那亏负我们的人，我们要祈求被饶恕啊，跟去饶恕人的这个恩典。这个女孩子她真的是过去有许多人家对她不好的地方，但是她也因着上帝爱她，她也饶恕很多。因为很多人在她当空服员的时候亏欠她很多的钱，因为她就不想活嘛。刚刚我有讲，她不想活，所以她赚了钱，她怎样？谁要借她就借她，谁要借她就给她，谁要她就全部都给。等到有一天她要去当资源回收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还他钱了，他会不会气？他没有气耶，很奇妙，他还可以分享，因为他说他够了，
他能够活下去，他就觉得很够了。他以前不想活的，现在活得很精彩，一大早就起，半夜去做回收，一大早起来还去那个早餐店，下午还去教会帮忙，很早就睡觉，喜乐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够活得喜乐，实在是因为我们能够饶恕别人，因为神已经先饶恕我们了。我们祈求能够明白实践饶恕的真理。有一个有名的神学家讲说，饶恕呢，如果你不饶恕，你等于是拿着什么臭的那个老鼠在你身上，永远都怎样跟在你身上，你挥都挥不去，因为你光气你就饱了。所以我们是不是愿意一个真正恶的人，对你不好的人，第一次不小心伤害你，你受伤了，你第二次你可以想，我要不要去报复他？如果你去报复他，那他真的就赢定了。关键在你要不要回报他。如果你不回报他，你不去报复他，那么是你赢了，他不会影响你。所以我们在想，饶恕呢这件事情是神教导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要说传道，那饶恕我做不到怎么办？我做不到怎么办？我们真的是只能祷告神，求神来帮助我们，然后帮助我们。饶恕绝对不是说饶恕绝对不是说我都不追究，我包庇，不是。饶恕绝对不是说这个我就装作没有听到，我就装作不知道。其实这个都不是真正饶恕，是你要让对方负起责任的，也要让对方知道他的错。最近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地区有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个人他已经成年，但是他有一些弱智，他也是在教会当中，可是他常常被欺负。不是我们教会别的教会，他常常被欺负，为什么？因为人家都会跟他要钱，那他比较弱智，会骗他的钱，他就很气。可是他又刚刚要讲那句话，他又会忘记讲，然后他就放在心里，好气哦，又被欺负一次。那因为他已经20几岁，成年了，可是他有残障手册，有弱智的，那他的这个国小的、国中的都常常喜欢来跟他借钱要钱，不然不给他钱他就打他。那他在教会中听到牧师说要怎样饶恕人，那请问饶恕人要不要去把这件事情说出来？要不要？当然要。我们不是任凭他，对不对？这不是真的饶恕。我们饶恕，我们就需要怎样把事情都能够讲明白。可是他没有，他就1次、2次、3次，1年、2年、3年，到几年？到今年。那一群人，他很喜欢跟他的那一群人在一起，在高楼里面。突然有一个人，他就说，他又要欺负另外一个人，他心中的那个怒火，他没有去面对，于是他就想起以前他被欺负，所以他们其实是别人，就是他们同样一起在玩的2个人，有一些争执，他突然心中那个火就火大，他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欺负人？他把所有过去的那个怨恨没有解决的，觉得不公平的，一不小心把那个人从世界推下去。当然，他就要面对法律的责任，虽然他弱智。传道要说的是，饶恕绝对不是不要去面对他，忘记，那么你的情绪只会被一直累积。你要去面对他，你要祷告说：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主你帮助我，主让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绝对不是被人家怎样随便任意对待的。神没有这样说，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去面对，说
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因为你情绪一直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一出手，那就很麻烦。所以我们要正确认识饶恕，我们一定要去面对，我们一定不是就是任凭人家，神没有说要任凭。下次有机会传道会讲，圣经说人家打你的什么右脸，你怎样左脸要打？为什么？这是有当时的典故，神绝对没有要叫你怎样傻傻的被这样子打，不是，你要拒绝什么？在这里我先讲，你要拒绝人家给你的侮辱。好，那怎么样？这真正的意思是这样子哦。好，来，那今天我们没有要讲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要说真正的饶恕，我们要去面对，我们要有智慧去面对。那对方也要负起责任。可是他如果不跟你和好，你要不要饶恕他？你还是要饶恕他。我饶恕他不是说我非得要他和好，不，他不和好是他的事情，但我要告诉你。我这样不高兴，你不能这样对待我，而且我以后也不容许你再这样对待我。这是神告诉我们因为神不要让我们落入怎样那个承担不起的考验。刚才这个教会的弟兄就是他弱智你看到最后他自己要承担这个法律责任他被欺负几十年都没有人为他，所以神没有所以我们要常常为我们身边的人祷告。我们要祈求，让我们认清楚那个试探的真正的面目。那个试探是什么？有的人怎样，他就是强权。神怎样？我们要祷告神给我们有智慧。这些试探的真正的面目，很多都是金钱、软弱，我们要去面对的。我们有很多的事情一般性的事情有金钱还有感情跟这个权利。我们只想要赢，不是。我们讲究的是神的爱。在家里也一样，明明我先坐这个椅子的，我只是起来喝个水，就有人坐下去，然后电视就变成他在看，气得要命。有人在点头，我先来的。但是你是用爱，还是你要权力，还是你要讲对或者是错？在家庭里面没有错，我们有时候要讲，刚刚传道有讲，你要讲对跟错。可是，在家庭好不好？讲更多的是爱，而且这个爱是真正的爱。如果你有情绪，那么你祷告神给你有智慧，好好再告诉家人，说如果以后这样，你们要怎么处理？好，那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来面对，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不要被这个试探，不要被情绪所试探，不要被我们的这个金钱。我想金钱是你们很难，还有权力更不要让你们感情落入那样。那有一些是特殊的试探，就是我们个人的软弱的，像有的人他特别不喜欢人家迟到的，什么原因？或有的人特别他就是不愿意面对，每一次要交什么东西，他都迟到都不交。人家分配给他的他该负的责任，他就是不到最后一刻，他绝不轻言去做，那就是他有特别他要去面对的事情。我的一个同学就是这样，他积到最后的时候，他就是只有晚毕业1年，那就是他要去面对的。所以我们有每个人去软弱的地方。好，那还有我们要祈求属灵征战，要警醒，要有能力。恐怕我们因为我们所得的启示甚大。你会发现你属灵的时候，你越在灵修会的时候，越得着神的恩膏的时候，你越会骄傲。还有人来疯的时候，或者是你怎样不谨慎的时候，你就会开玩笑，然后你就会过头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属灵征战这样当中，因为说者无意，有时候听者怎样有意，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要小心说，属灵征战是不是在我们当中？你只要一发现，不对，我刚刚好像这样子得罪人了，我们就要说对不起。如果我得罪你了，请你原谅。如果你有这样子感受到，所以我们要特别，尤其在我们教会里，我们要合一。每一年夏令营的这个服事，我们都被神建造，可是也一样，传道发现我们一服事当中有很多人会受伤。为什么会受伤？我们真的都没有恶意耶，那为什么服事完会受伤？
实在是跟我们里面内心有关系。我们要非常警醒，这是属灵的征战。我们内心如果不健全，我们看任何的事情，我们都会觉得人家是针对我。你们记得传道有讲过一个例子吗？这是在我刚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10月发生在彰化的地方。那报纸正好有写，我看到有一个人，他40几岁，他去买面包，因为他被 lay off， 他的姐姐也没有结婚，跟他一样没有结婚，然后是癌症末期，他跟他姐姐同住，他每天都是去桥下，你们知道那个桥下有每天可以有当天的工作，那他可以发那种零工，他去那天他下班也有很累，他姐姐已经很严重，他真的很累，可是他说奇怪，我以前是白领呢。我以前是白领，是坐办公室，可是我被 lay off， 被解雇。结果我姐姐需要医药费，所以我一定要去做那种发派报，每天领那个700块那种，去举那个牌子，房屋中介那种牌子。就他那天越想越觉得说，我怎么这么可怜？他去买面包是他天天去买的面包店，那个面包27块，他拿了30块。应该找几块？3块。可是那个店员每天他每天都来买面包嘛。然后他们其实面包店，你知道，其实他们要收之前，他们会便宜卖，对不对？特别他看到这个人怎样，他知道他的情况嘛，他天天来跟他买，所以这个店员就找了多少钱给他？5块，多找了，对不对？人家钱多找你会怎么样？会笑脸的，笑给我看一下。啊，你们都这么凶的脸了，有人笑。你知道吗？这一个男孩子，这个40几岁，他真的不是笑脸。这个如果是盘子，店员在这里，他怎么样？你在可怜我吗？他那个盘子削到那个人的，削大块，然后他开始发脾气说。看不起我，你看不起我，我只是这个3块钱、2块钱吗？你们为什么都看不起我？我就开始歇斯底里。发生什么事？人家看不起他吗？还是他解读错了？因为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很微小，他觉得自己很自卑，所以他看到别人给他的，他就解读是什么？人家看不起他，所以他受伤。所以，亲爱的大家，有的时候我们一起服侍，觉得大家很嗨，很高兴。今年夏令营我们又来了，有好几位都是我们从夏令营来的。夏令营可以让人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服侍。可是属灵的征战，我们一起来好不好？如果你真的有觉得受伤，可不可来找传道？你真实受伤感受是真实的，没有错。但是事实，像刚才这个真实的例子，事实是人家看不起他，那个卖面包的小姐看不起他吗？事实是这样吗？不是嘛？事实是什么？那面包的小姐是怎样？反正她要这些面包丢掉了嘛，送给你嘛，反正怎样？你有需要，我们是好朋友，是基于爱，不是基于伤害。好不好？拜托大家，当你有觉得受伤，先核对对方是不是解读为善意，还是恶意？一定是善意。如果你觉得恶意的时候，请你来找传道，好不好？好，所以我们要非常警醒。所以，如果我们有落入那样子就是邪恶这个手的时候，觉得我一定要来报复的时候，我一定要来使出什么的时候，请你要警醒。好不好？我们要来祈求神，让我们有警醒的心。我们要再一次把这个祷告文再拿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这一个人你也爱他呢。我气得要命，这个人你也爱他，他也可以称你是父，因为主你爱他。第二个祷告，主啊，愿你的名为圣。主，如果我出这一拳下去，如果我揪人去报复他，我很有可能跟上次传道讲的，一气之下把那个人怎样
受伤了，你也要负起刑罚责任。那基督的名就不被高举，好不好？想想，要做行动之前，用这个祷告来想想。愿主你的国降临，不是我的标准，你来掌管我，我的心让你来掌管。你的国降临在我心里，我按照主你的律法，我来做，不是按照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来这样做，我们来这样求，相信，真的，你的生命要翻转。传道还有太多的美好的见证。如果你有需要，一定要来找传道。你需要你的生命翻转，你一定要来找传道，或者你一定要按照这样来祷告。我们小组等一下就会用这样子来祷告。我们一起都要来经历神要赐给我们的是那美好的人生。我们祈求要有这个信心来抵抗这个仇敌。我们的信心不是对我们自己信心，人没有信心，我们只有是对神的信心。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他，但我们却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为信他，我们就怎样？我们就能够得着从神那边来的能力，还有大的喜乐。所以有一个神学家他说，生命中最大的悲剧，并不是祷告不蒙应许，而是没有祷告。纵使你祷告错，你相信传道，你只要是诚心真意，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姐妹，我看着她30几年，从她非常气上帝，她天天人家飞的班，她一定要去飞，越是空难她越是要去飞，她气上帝气到这个程度。她的祷告，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她不屑祷告。但是我们他身边的人，我们为他祷告几年，20几年，好不好？如果你身边有一个需要被改变的人，他永远改变不了的，按照主祷文来祷告。愿，这愿不是嘴巴讲而已，你要甘愿，不是愿你的名为圣而已，然后我做一些不好的事。主啊，愿你的国降临，让怎样大地怎样医治这块土地，结果怎样嘴巴讲愿而已，心里不甘愿，他一天到晚用怎样污染这个什么塑胶袋啊，也不回收啊，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要对准，我们嘴巴讲愿，我们心里就要甘愿对准说，对主你的国降临，所以我绝对不说谎，我不害别人，我不让别人是受委屈的。因为主你是公义的神，按照你这样的话，那么相信传道，你的生命要像有一首歌说听讲更，有没有？最近很夯的。是的，你的人生或许正在黑暗期，但是天总是会亮，而且这一位神爱你的神，纵使你还没开始向他祷告。你还不认识他，你还不相信他，但他已经先爱你，而且要爱你，拯救你到底。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孩子感谢你，你爱每一个人。每一个我们喜欢、可爱、不可爱的人，主愿我们警醒，让你的名可以成为圣，让人来认识你，让这世界更美好。愿你的国降临，特别是降临在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家庭。主，你知道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环境乱糟糟。主啊，愿你的法则，
主来掌管。主，愿你的旨意，你那祝福的旨意，我们愿意来遵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你来掌管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世界更美好。主，你也赐给我们每一天我们所需要的，让我们也不贪心。主啊，让我们在吃那个无限量吃到饱的，我们会想到那个非洲有需要的人。主，我们不浪费。主，帮助我们。主，让我们能够赦免，正如同主你赦免我们、饶恕我们一样。主，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落入那个试探，明明不该做的，明明我们应该去做的，但是主，我们决定是一回事，做出来却是另外一回事。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靠着你的力量，不再是过去的我。主，帮助我们，信靠你，愿意回转，愿意悔改，停止转向你，使我们的人生大有盼望。因为主应许我们，我们若要认自己的罪，相信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要全新，重新再来。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可以活出来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一定会应验，是多么有盼望。也让我们在这里相聚，让我们能够彼此扶持，彼此经历生命中的低潮。你知道你的孩子相信你或不相信你的，此时此刻他们的心脑中所浮现的是他们不能解决的困境。主啊，你听见我们的呼求，到底谁能够救我们？谁能够翻转我们？有，就是这一位神，这一位爱我们、慈爱、公义，会为我们伸冤、信实、说到做到，而且大有权力、权柄，能够翻转一切，爱我们、在乎我们的这一位天上的父。阿爸天父，谢谢你今天晚上，你进入我们的心，医治我们。我们原是破洞，留不住任何东西的瓦器，破烂不堪。但是今天，因着我们愿意相信你，我们愿意悔改归向你。主，你要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是可以装满着祝福，不会再流掉的，而且这个祝福是满出来的，是大有能力，是能够使我的生命不一样的。主，谢谢圣灵，从这里走出去，我们的人生再也不一样。我们会记住今天晚上是复活节之后第一个周末晚上。谢谢主。